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7月1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5篇11节到20节，传道书第9章13节到18节，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智慧的行为。咱如果讲所罗门的箴言是一个智慧之言啦吼，那安尼传道书应该是所罗门的智慧的精华，更较深刻，更较显出有智慧的经验。传道书第9章13节到18节提到着智慧比力量更较好。经文安尼讲。我看到日光的下面有一项智慧，照我观察真特别。有一个真细的城，迄内面的人真少。有一个强的王来攻击、围困，搁起这个悬的土堆，甲伊攻击。城内有一个善策却有智慧的人，有用伊的智慧救迄个城。后来无人记得伊。我讲智慧赢过快乐，总是善策人的智慧煞互人看轻。伊的话无受重视，智慧的人轻轻讲的话，比戆人的头目大声嚷搁较有人听。智慧赢过高战的武器，总是一边失策会破坏真济好事。透过传道书的教导，咱会通用来观察现代社会台湾的情形啦。看倒一寡人足爱用安尼宣发啦这个无真实的行为啦，讲话大声话休啦，雷骂啦。掠做讲我靠更较强大的敌人，就会来出卖家己，就会当生存啦吼。一个智慧的人，就应该爱有好的行为，听土地，听上帝，嘛，就爱听人，亲像家己吼。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，耶稣基督安尼对军队者来讲。人子做王来带正天赛来临的时，伊会坐伫荣耀的宝座，地上的万民拢会聚集伫伊的面前。伊会将因来分做两边，亲像牧者将绵羊甲山羊来甲分开，甲绵羊安排伫正边，山羊安排伫倒边。后来王会甲正边的人讲来。恁才会受我一辈祝福的，来承受对创造宇宙以来就为着恁准备的国度。因为我腰恁有互我食，我喙焦恁有互我啉，我做出外人恁有甲我收留，我赤身裸体恁有甲我互我穿，我破病恁有甲我照顾，我伫监里。恁有来探我。迄时义人会因伊讲：主啊，什么时阮看到你腰有互你食，喙焦有互你啉？什么时阮看到你做出外人有甲你收留，赤身裸体有互你穿？什么时阮看到你破病，还是伫监监里，阮有去探你？王会应讲，我是来甲恁讲，恁有安尼对待我的兄弟姊妹的顶悬上至微细，就是好款待我。后来王会甲倒边的人讲，恁才会受咒诅的人离开我，入去为着魔鬼甲伊的使者所准备永远的火呢。因我腰你无互我食，我喙焦恁无互我啉。我做出外人，恁无甲我收留；我赤身裸体，恁无互我穿。我破病是伫家里，
你无来看我。迄时因嘛会因讲主啊，我什么时阵阮拄着你腰喙焦，做出外人赤身裸体破病，还是伫监狱内，无甲你照顾。王会甲因讲，我实在甲恁讲，恁无安尼对待上微细的一个，就是无好款待我。这个人会受永远的刑罚，总是义人会得到永远的活命。这个人比这个王讲因做了真好的代志，却无啥物感觉。就亲像耶稣基督称赞这个人讲，总是因拢做伫最微细、最需要人的心上。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信仰、疼人、智慧者的行为。诗篇25篇11节到20节，上主啊，我会做真重，求你赦免我。敬畏上主的人，上主要指示伊所着敬的路，伊的心神会得到安息，伊的后代会承接所应允的土地。上主甲敬畏伊的人亲密，要将伊的约来指示因。我的目睭不时仰望上主，伊要互我的骹脱离落网。求你活过来看我，怜悯我，因为我孤单困苦，我心内有真侪忧苦。求你救我脱离拢总的患难，求你关心我的艰难困苦，除去我一切的罪。你看我的对敌遐尼多，因真恶毒怨恨我。求你保护我的性命，拯救我，互我无失败直到见效。因为我活靠你，恳求上帝帮助我明白基督徒的呼召，互阮会当学习听厝边，做伫最微细人的身上，来互人得到利益，来荣耀上帝的圣名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